喂，喂，马上赶到公司。谭总，今天不是星期六吗？周六怎么了？临时例会，我需要向你报批吗？好，我这就赶到公司去。20分钟，我车会经过你家楼下，你下来就好了。知道了。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啊？谁给你笑了？还笑？梅兰妮在吗？啊！不知道！你这坏人，你不说你回来！来，走，快走！哎呦，病人呀，你干什么？病你个头啊！呸！我就是前段时间那个胃不太舒服，来吃点吃的。不是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你住院，我是专门回来看你的，你这生龙活虎的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告诉你，你回来不告诉我，我就恨你，我恨你。虽然我爸现在住在你们家，我该谢谢你，但是我还是恨你。照顾叔叔那是我应尽的责任，但您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？我让我不挺好的啊。挺好的住院。来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吃一点东西。哎呀，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啊，梅兰妮同学，啊，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胃不太舒服就跑来住院了，你当我傻？我先问你件事儿啊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那个人也喜欢你，但是他现在和别人是名义上的情侣，那你心里怎么想？挺严重的啊。哎，我问你件事啊，你说的这个人不会是你自己吧？啊，好吧，我是装病，我就想看看他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。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这个人，哎，一句两句很难概括。他平时跟我老是针锋相对，但是总是能把我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里给拉出来，让我变得有力量。是一个能给我力量的人。能给你力量的人，评价很高啊。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什么叫名义上的女朋友？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他跟你说完甜言蜜语，转过身跟另外一个女孩说同样一番话，你觉得这样的男人靠谱吗？啊？不是，他不是你说的那样，这件事情非常的乱七八糟，哎呀，很复杂的。妮妮，不然你跟我回新西兰吧，你就不用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。叔叔的事儿你放心，我会帮他，等帮他处理好了，也把他接过去，好不好？我都说过了，新西兰那儿不适合我，我要我去也行。那你赶紧找个洋妞，生个混血，我过去给你们俩带孩子，赶紧的啊！这么久了也没人来看我，没人理我，没人管我，我已经被世界给抛弃了。你别那么悲观，这不是大家都有事儿忙呢吗？都是借口。你专心治病啊！你再不来，我就出院。
你病没好呢，你出什么院啊？哎呀，我病死算了，你赶紧来，你最好赶紧带着相机来，把我最后的时光也给拍进去。好了，拜拜。Well done, Anthony. Oh, Wayne, nice to see you after so long time. Yeah, it's a long time. So how's everything going? Oh, very well. I'm enjoying my music. Only one question for you. Why you always like playing the same episode? I will change for you. Will Sir? change it for me? Yes. You Yes, better sir. start I will now. change right now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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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总，要是没有工作上的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论公事私事，今天只要你离开，明天可以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着急见天了？不用那么急吧，你们两个有很多时间，不是？今天还有别人要来吗？没有啊，就我们两个。我喜欢安静。安东尼奥弹的这首曲子听过吗？听过，叫什么名字知道吗？ 《爱之梦》。对，《爱之梦》，很浪漫的名字。但写给谁的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李斯特写给他最爱的女人卡洛琳。卡洛琳呢，为了爱李斯特守候一生，但到最后，两个人终因各种原因也没能在一起。很可惜，也很凄美，是吗？可是我一直在想，一个女人为了爱一个男人，终其一生为其守候，但却无果而终，不觉得遗憾吗？不后悔吗？女人为了自己的爱情，是永远都不会后悔的。是吗？那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负心的女人？那是因为有太多负心的男人。这女人也负心，男人也负心，怎么成就长久的爱情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，愿意为爱付出、愿意为爱守候的女人，还是存在的。我谭少宇没有那么幸运，我碰不到一个女人可以为我终其守候一生，碰不到，我碰不到。可能是谭总工作太忙了吧，有时间的时候多出来走走，或许能碰上。也许吧。哦，对了，依然，你觉得你能看透我的过去吗？看不透。那你猜一猜，我能不能看透你的过去啊？我觉得我能看透。你不用这么局促，也不用这么谨慎。今天呢，你就全当是这一段你工作很好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请你喝一次下午茶，来表达我的谢意好了。谢谢谭总。不客气。
你不是不来吗？不是得把你最后的时光给你记录下来吗？万一我要见不着你们呢？呸呸呸，盼我点好行不行啊？来看我空着手就来了。不是你不是肠胃不好吗？哪敢给你瞎买东西吃啊？我现在饿了。那行，那你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我想吃小笼包。哎，咱们去城隍庙吧。去什么城隍庙？你这病还没好呢，去城隍庙？哎呀，那你一会儿陪我下去走一走，透透气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别老死呀死呀死，多不吉利啊！怎么了？反正你也不心疼我。哎呀，走啊！走就走呗，还暴力打人干嘛呀？别坐电梯，走楼梯。走楼梯干嘛呀？有电梯为什么不坐呀？好多医生护士都坐电梯，让他们发现我了，给我抓回去怎么办啊？你这是坐牢你还看病，把你抓回去。我跟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来过这儿，其实很多记忆都一直放在心里边，但现在想想，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我的这些感受，你是不是多少应该明白一点？我可能出现幻觉了，总觉得你就是我以前的那个女朋友。谭总太抬举我了，我怎么可能跟您的前女友相提并论呢？触景生情。对了，谭总，我还有一件私事想跟您说。关于你跟天乐呢？我不感兴趣。我跟天乐要结婚了。什么情况呀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间就不高兴了呢？啊？我想我爸。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他们这么长时间。我现在每天吃饭我就拼命的多吃，我觉得我要把身体养好。我现在不光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他们。他们以前老担心我吃不好睡不好，但是我现在特别想他们，特别担心他们俩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，吃不吃得下饭，睡不睡得好觉。那个，不用担心他们，他们肯定过得比你好啊！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对，我真的是特别的没用，我每天就知道咋咋呼呼，其实我就是一个缩头乌龟。我也知道我应该自食其力，应该帮我爸妈他们分担一点，可是我就是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自己生存都有问题。是不是你心里也特别鄙视我呀？不，我就是想鄙视我也鄙视不起来呀。其实你吧，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，善良、勇敢、坚强。这也是啊，我为什么把你这么一身臭毛病大小姐当成好朋友的原因。
你想想啊，就是你现在碰到的这个家庭的变故哈，就你还能这么勇敢的面对生活，这么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这要搁别人看来是件特别难得的事儿。对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爱我呀？逗你呢。哎，这儿可以啊。你站这儿，你站这儿。哎，你教我手语呗，你就教个简单的。你教我的名儿。李啊，爱，宝。这个不太好，我觉得，我给你改改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李呢是我，这是爱，啊，轻点，爱，我的宝呢是你，所以应该是我爱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来，水给你打好了，给你搁这儿了啊。那个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也走，我要出院。你出什么院？人大夫说了，你能出院吗？我在这房间里都快被逼疯了。你病没好，那就别出院了。你出了院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人家谭少宇交代啊？你干嘛跟他交代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你病没好呢，就别出院。那你要是出院出了什么事儿，也没法向你爸妈交代啊，是吧？行，那你走。我就一个人待在这房间里，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我变成老妖精，反正也没人管我。你看怎么还发上脾气了？谁说没人管啊？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跟少宇管的吗？你为什么老是提谭少宇啊？这不是你住在人家家里头，再说人谭少宇偶尔不是也管你吗？他什么样你不知道呀？冷冰冰的，我住在他家够他烦的了，他巴不得我消失呢。不是，人家少宇不是工作忙嘛，是吧？人家没时间过来看你。再者说了，你看，人家给你啊买了这么多花，不挺好的吗？哎，问你个正事儿啊，你觉得谭少宇
能当你的那个谁谁谁吗？你觉得呢？行，你要真这么想，我就如你所愿，我跟他凑一对得了。你要自己觉得合适也行，我就是起个推荐作用。反正谭少宇没给哪个女孩买过这么多花儿。花儿又怎么样呀？谁要谁拿走？师兄的花花世界我没见过呀。过去20多年，我每分每秒活的都是空白的。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个人陪着我，无时无刻担心我的身体，发自肺腑的在乎我的感受。如果我过得不好，你会难受吗？我只能做到给你买 Hello Kitty 这个份儿上了。谭少宇永远不会成为我的谁谁谁。你好。哦，天乐在家吗？哦，他有事出去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您是？哦，我是张小琪，林天乐的妈妈。哦，那快请进。来，快请坐吧。你渴吗？我给您倒杯水去。啊，不用了。天乐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啊，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。我们林氏集团呢，原来只有一个独生子，那就是林天乐。但现在不同了。现在，我肚子里又多了一个宝贝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作为一个妈妈，就是要给自己孩子最好的。这个你应该明白吧？因为我们都是女人，所以。我就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拿回来，送给他。天乐回来了。哟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你们聊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坐吧。我可是挺着个肚子。专门来找你的。哎呦，您这是怀着孕呢，就别到处瞎跑了，万一动了胎气，我可解释不清楚。当然了，就咱俩这关系哈，真到那时候，你也不会为我解释，是吧？啊，天乐，我啊，今天去看你弟弟去了。哎，你看啊，他长得呀特健康，你看鼻子像你爸爸吧，脸型像我。你说这么一个小东西窝在那儿，哎呦，你说太可爱了，我太喜欢了。行了，您就说吧，兴师动众的过来找我，不是为了让我听你这妈妈经吧？你还挺着急的啊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那天我找你去说的那个协议的事儿，
怎么样？还是放弃继承权的事儿。那你猜的啊，我是会签呢，还是不会签呢？你不会是要反悔吧？看来你只是嘴上说说不在乎，其实你特在乎你爸那些钱，对吧？哎，我怎么那么瞧不起你们这些男人啊？说白了，你们这些男人就是假清高，虚伪。我再重复一次啊，我跟林茂华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也放心，我就是饿死，我也不可能用他的1分钱。我嫌他钱脏，他害死了我妈。他没有害死你妈，他……行了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哎，哥，咱进去吧，这天儿别中暑了。哎，爱宝，这天子有点问题，你下班赶紧过来一趟，啊。哎，平乐呢？买酒去了。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。你俩天天在一块儿，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？这回啊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我听说你跟薛晶晶那边进展的不错呀，特费劲吧？这姑娘是不是特精明？精明？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姑娘，你知道吗？哎。咱就拿上我后座这事儿来说吧，你说多简单的事儿，他没一次利索的。还有，你说哥们儿骑车不稳了，可他每次一上我的车啊，都紧张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死死的抓着我的腰，那指甲盖都快插进我腰里去了。这次更是好，报了一个什么足球宝贝大赛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老人家连这足球办上多长时间都不知道，你见过这样的吗？我听你说这话。怎么带着一股子娇嗔劲儿啊？有吗？是你把他搞定了，还是他把你搞定了？你别忘了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。你是去报仇去了，还是投怀送抱去了？我肯定是给你报仇去了嘛。我看不像，我看你完全被他给迷住了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蕾蕾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这一身可都是假的，工作身份。薛晶晶她要知道你是这车行的一小店员，她能待见你，还是一自行车店？她是算准了你买不起房，拿不出10万彩礼、20万改口费，她能上你的车搂你的腰，醒醒吧你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
找你来了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想问你什么事儿呢？喝点呗。喝点呗。走吧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不是怎么个意思？你跟薛老师是要翻车？薛老师要参加一个足球宝贝大赛，这2天马上就要初选了，他担心选不上，让我给他做参谋。不是这好事啊，不是深入敌营吗？什么好事啊？还没看明白呢，着了道了这是。是我给他报的名儿，我要不帮他，他就准备弃权了。反正你的事儿啊，你随便。我就是提醒你，薛晶晶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，逢什么场做什么戏，你心里得有数。你要是真喜欢薛晶晶，你就直说，没关系，哥们就当给你做嫁衣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是你不能瞒着我呀。那个别听他的啊，那个薛晶晶真要是你喜欢的类型，那咱就冲上去。我拿什么冲啊？一无所有。一无所有跟你凑啊，是吧？你别跟他似的，他是自己跟自己较劲，咱不较这劲啊，咱们踏踏实实的娶回家，那是自个儿媳妇儿，是自个儿家里的啊。天乐哥，谢谢你，也谢谢爱宝。爱宝说的对，薛晶晶我娶不起，我没那身份，更没那福分，这就是命嘛。一个人要没钱，那就得有才华；没有才华，那就得有运气。我这什么运气都没有，天天抖背字儿，那还是自个儿有点自知之明吧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还有点自知之明。我去静静。话说的有点重啊。不是你说，薛晶晶那种人，你还让我说什么呀？哎，不对呀，我是来看你的，怎么说半天全跑题了呢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没怎么的，雷雷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呢？我就胡说八道。不是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那什么，说说你怎么样？进展的如何呀？行，打岔是吧？不想说是吧？没关系，您自己能想通就行。反正啊，别没事自己折腾自己啊。听哥们的，经验之谈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看到你给我递的壁纸了，我很喜欢。这个香吻呢是奖励你的。嗯，行，你喜欢就好啊。行了，天乐累了，进屋玩去吧。乖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呀。明兰，你怎么样了？正在治疗呢。谭总忙，你有时间多去陪陪他，在医院里也挺无聊的。早。
丽丽，大家都这么忙，是刚来啊，还是干了通宵啊？一大清早就过来了。公司里面接了一个大项目，长期领导非常重视，已经开了一上午的会议了。哦，哎，什么项目啊？让大家都这么紧张？好几家大公司都在跟我们抢这块肉呢。哦，是不是应该也有林氏集团啊？我看他们也想抢这个案子呢。林氏集团完全不跟我们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完胜他们我们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对了，依然，待会儿你去跟谭总买一杯咖啡吧。嗯，好。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要拿下来，而且现在我们手里面有主动权，只要设计方案修改好了给他们，他们一定会特别满意。毕竟我们公司请的是欧洲最顶尖的设计团队，这个是其他公司没有办法比拟的。我知道。好，下午见。谭总，咖啡。先放上吧。谭总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因为案子的事情忙得一团糟。待会儿我要去盯着设计部碰面的事儿，下午的会议恐怕人手不够。公司就没有其他人了是吧？谭总，我没事儿。但这个案子自始至终你没跟过，能行吗？我听同事提起过，待会儿花半个小时了解一下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关键是，目前公司上下也只有我能抽得出身来。下午1点半，跟我去汇东大厦，你去换衣服。好。大赛主办方说了，第一轮是足球知识问答，涉及10个题目，都是从这1200道题里出。你把他们都背下来不完了吗？你说的容易，你背背试试。我那儿还有10张卷子，这星期得完成。再说了，那才100多道题，这1200道题得怎么背呀？不是，你觉得这有可比性吗？那足球知识多简单呀！简单啊，这可比马哲难多了。马哲好歹吧，它有一个逻辑性，这一点逻辑性都没有。你看，这足球球队的那名字都那么绕口，怎么背呀？不，徐老师，我觉得你要是觉得背这个比背那马哲还难的话，那我劝你赶紧放弃得了。李渊同学，你是我的顾问参谋，你怎么能提前打退堂鼓呢？不是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应该动你聪明的小脑瓜，帮我总结归纳一套快速的速记方法。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一样啊，你是超级球迷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水晶大厦是由知名的设计师设计，其造型极为别致。远远的看过去，主楼群宛如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一样，与周围的环境高度的和谐统一着。这也凸显了我们海天人合为一体的创作思路。这个设计几乎堪称完美，就现在拿出去，你们公司的项目拿下都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等几天呢？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力争完美，所以呢，设计图纸上我们还要做一些修改，而且数据上我们要进一步精准。相信几天以后给你们的图纸会让你们更为满意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我们回去就把项目评估写好，随同你们的设计图纸一起呈上去，你们就等着好结果吧。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谢谢。合作愉快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公司吧。对了，这个是刚刚会议的 PPT 文件，所有的修改方案都在里面。2点前赶回公司交给李密，很重要。好的，我现在回公司一定能赶上2点前的设计组会。
我在1楼等电梯，马上上去。那你快点，我在会议室门口。来了，全都在这儿呢。好的，依然，你今天就戴这个，这个好看。小屁孩长大了，还学会搭配了。行，就戴它。那我再给你搭配一条链子，你看，当当当当。这个不行，再换一个。为什么嘛？这个好看。这个真的不行，依恋，听话啊。你就戴这个嘛，这个好看。就戴这个嘛。好吧，听你的，今天戴它。你看吧，我就说这个好看，你等着我给你拿包去。梅兰妮，订好些了吗？给你买了点水果。其实早就应该来看你的，但是前2天公司的事情太多了，回家还得照顾依恋。天乐怕我太累了，就说他多上点心。我一想也行，反正他也没什么事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特意嘱咐他多来关照关照你。怎么样，这2天他都来了吗？来了，谢谢关心啊。你是哪儿病了？我胃不太舒服。那怎么说你肚子疼啊？胃呀，他弄错了吧？我那天突然一下就胃就绞疼，然后喝水都吐，哗哗哗，特别难受。不过现在好多了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装了，咱们都是女人，你在做什么，我很清楚。你在做什么，我也很清楚。你步步为营，利用他的同情心把他捆住。你有什么目的？我要做什么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你现在需要明白的是，天乐即将成为我的丈夫，而我也即将成为他的妻子。你应该离一个有妇之夫远一点。可是他不爱你，而且你也不爱他呀。你凭什么说他不爱我呀？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整天说一些甜言蜜语的情话，却愿意跟另外一个女人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承担照顾她一生的责任。你说这个男人他爱谁？你不爱天乐，却要跟他结婚，你们这个婚姻牺牲的是双方，你和天乐都牺牲了自己的真爱，你觉得这样值得吗？一个女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本身就很艰难了，还谈什么爱情啊？那你可以离开啊。我是不会离开的。
你从小到大都被幸福笼罩着，可是我不一样，所以你无法了解我。我今天来是来看你的，同时也是善意的提醒你，不要再做那些无谓的努力了，结果你是改变不了的。好好继续装你的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来参加我和天乐的婚礼。我先走了。哎呀，我是熬了2宿啊，硬是把这1200道题按照不同的版本给它分门别类了。你看看，反正文体不分家嘛，就这套路，你觉得行吗？哎呦，都说追人的时候吧是最幸福的，我算看出来了。哎，哥问你句话啊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薛晶晶？喜欢有什么用啊？我想，这次比赛结束之后，我就彻底离开他的生活，我也没法再继续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最开始是你们让我去骗他的，但是现在我都快假戏真做了。你说让他知道，我怎么跟他说啊？这事儿啊，赖我们啊！当初不应该给你出这馊主意，但是你得想想，我们要不出这馊主意，你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假戏真做呀？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咱们呢找个合适的机会呢，把这事跟人说明白了。咱既然错了，咱就不能一错再错呀。那我找他去谈谈。啊？我怕他不给我这机会啊。你看啊，喜欢就得坚持，你要不坚持，连机会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林天乐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要再给我提这个名字，我不认识他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放弃，无能。吃个苹果吧。哦。冉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别多想啊。你觉得如果
果真的跟你生活在一块儿，咱们会幸福吗？你会幸福吗？这个问题是我先问你的。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任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多想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今天去医院了，大夫说梅兰妮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慢性胃炎，其实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但是她非得住在医院。这2天开的也都是维生素 C 之类的药。天乐，如果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为难、很不开心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吧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跟你住在一起，梅兰妮好像都特别讨厌我了。我不希望你们都特别讨厌我。你看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行，你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，对不起。天乐，我来就是想问你，你真的接受我们俩这样的结果吗？下这么大雨，你还来干嘛？我不相信，在医院里面，你对我的都是假的，我不相信。你对我的一点真情都没有。你看着我，你说你对我一点喜欢都没有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摸一摸自己的心脏，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你怎么不说？你说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！你为什么就不能坦
回去好不好？不回去是吧？你不走我走。小雨，来我车房一趟，把梅兰妮接走。别问了，赶紧来。你的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最重的位置。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。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。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。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自私，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。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。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。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自私，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你是我的天使，不该记住我的名字，是我无知的坚持，你是我的一辈子。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自私，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。依恋，你这道题做的不对。你看，戴眼镜的戴应该是穿戴的戴，戴呢？回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依恋，快去拿毛巾去。哦。怎么淋成这样了？回来的时候下雨，没带伞。下那么大的雨，应该找地儿先躲躲呀！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拿毛巾给你擦擦。哎呦，这都湿透了，待会儿得赶紧换件衣服啊，省得感冒。来，快把这个，给你裹上。依恋，进屋做作业去。啊，乖。
虽然我们马上就要变成一家人了，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挺忐忑的。我们快点结婚吧。这结婚是件大事儿，不能太着急，得去挑场地，得去挑东西。奶奶不是跟你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做旗袍的店吗？你抽空去看看。有的东西呢可以凑合，有的事情呢不能将就。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咱得慢慢来。我觉得能抓住一个人的心挺难的。如果这辈子我都能一直抓住你的心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。依然，你想好了吗？和我结婚？我相信你会是个好丈夫。您受了刺激，能转性，早餐卖相不错。你这干嘛呢？早饭也不吃，然后摆了个这么拧巴的姿势，直接要把自己从自虐升级为自残？你不懂，这叫内心痛苦转移。我要把内心的痛苦转移到肉体上，心就不会痛。不是，这都是什么逻辑呢？就因为天乐把你拒绝了是吧？是当面直截了当的拒绝。所以呢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摆着一个拧巴的姿势，彻底放弃了，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。啊？我还能怎样？我现在明白了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就算天乐对我有感情，或者是我一厢情愿，又怎么样呢？他都要跟叶冉结婚了，我还能怎么？祝福。万一你再坚持一下，这命里就有了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原来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依然。依然，什么事儿？您方便抽时间出来我们见一下吗？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和你当面聊，您一定会感兴趣的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我也是女人，知道你都在想些什么，你所有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的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喂，喂，喂。对了，设计图纸的修改方案整理出来了吗？正在整理，稍微晚一点的时候给您送过去。我要出去见个人，回来别。